农民靠天食饭，有的人是一直做，做到歪腰。这农业局今年甲小港病院合作，头一届伫基山区举办农民职业病健康检查，包括着这抽血检查筋肉骨头的超音波。高雄也是六都内面头一个推行农民职业有健康检查的城市。 农民手提刀啊，甲金蕉刮落来，这一斤金蕉差不多30公斤重，采收实在真吃力。顶瓜因常常透早出门，下暗才回来，年久过深，身体可能就出问题。农会蔡西摆班长就讲，对农民伤害上大的就是农药，会造成肝受损，伊即马就会关节常常酸痛，拢爱走病院复健。农药喷了，伊的挥发力会很快，因为太阳照射嘛，也很容易不小心就自己也吸到农药，然后这个东西农药如果是系统性的农药也就容易残留在我们人体。 农民靠天食饭，面对气候变化，农业环境造成的伤害也受重视。今年高雄市农业局甲小港病院合作，按算9月初2，伫基山举办农民健康检查，针对农民较会出问题的部分，透过抽血检查肝甲肾的功能。嘛，因为农民常常排金蕉，即届嘛针对筋肉甲骨头做检验，安排医生问诊。针对像讲肝功能啊、腰子功能你看讲伊的迄种健康方面像讲因不同时啊，有咧用一寡农药啊，还是肥料，对伊的健康有啥物影响？农业局表示讲，农民健康检查今年是头一年，限制100个人，到达已经要满。除了要有健康意识，农业局嘛建议农民会当保职业灾害保险，每个月干那15块，万不至若是工课时受伤，拢有当申请补助。记者钟义辉、邱兆勇高雄报道。